當時咧個情況係好一格我俾完錢之後咧，我就開始入油啦。因為我架車入油都入好耐嘅，所以我就走過嚟啦，呢度開咗個門，咁啊開始清理下架車，睇下有冇沙啊或者啲廢紙攞出嚟抌嘅。咁喺呢段時間咧，好彩我車自己袋喺個袋裏邊，咁我就喺嗰個位置我聽到好嘈嘅呢個電單車聲，咁啊有班電單車騎士廿零個到啦，廿零架電單車就開始衝過嚟啦。我本來諗住直去嘅，但係佢一翻上嚟呢度咧，仲加油咧，咁我覺得應該係對我不利啦，咁就馬上咧就走到去嗰個門，但係咧你通常夜晚油站咧，佢哋會閂晒啲門嘅，但係好彩嗰個負責人咧，佢非常之聰明啦，佢睇到我有問題咧，佢即刻開咗門，咁我走咗去，跟住佢哋呢一班所謂嘅電單車騎士咧，就開始喺度炒嘢啦，因為我架車裏邊冇咩俾佢炒咧，跟住開始破壞我架車啦，包括抌啊、踢啊之類，咁啊整壞咗我架車之後，佢哋咧仲走。仲非常之大膽喺度挑撥你，叫你出嚟啊！馬啲咁樣一直叫你出嚟，跟住去到旁邊咧，佢哋仲等咗陣先離開嘅。根據林德荣说，现场还有其他的受害者。当焦赖区国议员陈国伟知道这起事件之后，亲自联络林德荣，鼓励他们向警方报警。